吳孟達達叔嘅演技喺香港影壇出晒名噶啦，有一位同佢一樣咁犀利嘅金牌綠葉叫劉勳。劉老先生嘅名可能有啲陌生，但係如果我話佢就係《九品芝麻官》裏邊同周星馳嘈交嘅太監李蓮英，佢就係《倩女幽魂》裏邊嗰個吳公貞普渡慈航，佢就係《笑傲江湖》同埋《新龍門客棧》裏邊嘅東廠太監公公，係咪霎時間啲印象翻晒嚟呢？呢位劉老先生咧喺香港演藝界德高望重，但係琴日羅家英哥咧就發咗一條微博，就話劉勳老先生咧喺5月29號仙遊咗，享年87歲。劉老先生係北京人，但係點解會去咗香港拍戲呢？話說劉勳老先生咧1939年喺北京出世，係地地道道嘅北京人。咁啊嗰陣戰亂嘅年代啦，屋企人希望佢可以有啖飯食，就係佢有一技傍身，嗌佢學京劇。咁啊學有所成之後呢，梅蘭芳老先生好欣賞佢，就嗌19歲嘅劉勳就去咗中國京劇院嗰度做老師，一做咗20幾年。咁啊1980年呢，劉勳跟住京劇團去香港演出，大獲成功啊！1982年佢移居咗香港啦。一開頭喺香港演藝學院教京劇，但係好多粵劇大師羅家英、汪明荃都嚟揾佢學粵劇喎。係點解京劇老師可以教粵劇呢？話你知，其實京劇粵劇之間呢，好多嘢係相通嘅。譬如粵劇講嘅唱、念、做、打，其實就係京劇講嘅手眼身法步。粵劇裏邊好經典嘅一句對白叫 call 撈嘢 call 撈嘢，其實就係取自於京劇裏邊嘅清朝官話可怒也可怒也。1986年徐克有一部電影叫《刀馬旦》，揾咗佢做京劇指導，佢入咗電影圈啦。咁啊90年呢，徐克嘅電影《笑傲江湖》啊，揾咗佢做大反派古金福，佢仲提名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之後呢，佢又變咗香港太監演員嘅專業戶啊。新龍門客棧佢又扮大太監啦。咁啊周星馳嘅九品芝麻官佢係太監李蓮英。咁啊佢做奸人呢，真係好犀利嘅。所以《倩女幽魂》裏邊呢出最大嘅反派嗰個吳公貞普渡慈航又係佢扮嘅，但係佢喺香港呢，又被譽為千面如來啊，因為佢只要黐上鬚之後呢，就係正人君子中嘅正人君子。所以黃飛鴻電影裏邊黃麒英嘅角色就係佢扮嘅，仲有太極張三豐裏邊郭遠都係佢扮嘅。劉勳嘅名勳字嘅意思呢，就係誠實實在，一如劉老先生做人做事一樣，腳踏實地，兢兢業業，實實在在，唱好每一出戲，教好每一個學生，扮好每一個角色，留低俾我哋無限嘅美好回憶。你印象最深嘅係佢邊個角色呢？